代的洪流，被迫向前走。传统之所以沉默，跟不上节奏，谁也不保证什么，习惯能不朽。科技就是一直推进，谁也不准留。Ring ring ring， 您拨打的无人接听。放开双手，规则之所以打破，心会推翻旧。进步了之后，是否快乐有更多？自己只会带来空虚，谁也不敢说。Ring ring ring， 您拨打的不要再烦我了，行不行？这是电子产业，哪一电子产业？四处都是电子产品，症状已经很轻。谁叫这个世界这么在乎输赢？再短暂的生命，这就是必须配。算是一种病，那这正是一个染疫的文明。现在谁还有希望？